應該就有嘅。歡迎各位收睇中西區 YouTube Channel 今日嘅賽事。有啊。初級組足總杯嘅季軍戰，中西區對住元朗，藍色衫係中西區，橙色衫係元朗啊！季軍戰就同呢個決賽呢，就並非同日舉行啊嘛，咁啊早咗喺今日就上演嘅，呢度係青衣東北公園。如果個位唔啱，你可以搞一搞。開波呢段就中西區有控球較多，劉浩林試下放個對角，呢個波杜康廉黐到埋落嚟嘅，但係俾對方看得好緊，只能夠帶翻後。張俊軒再入去呢個波少少醫院，曾建房瞓到落地，攞到波再瞓到下添。曾建房呢波放入嚟，康廉走甩咗嘅，咬翻想話做個 cut in， 都 cut 埋去，可惜禁區頂隊友接應唔到啊！再撳翻上嚟，許宏峰左佢嚟個篤射，咁啊應該省中人就出底線，就成為咗角球嘅。架球好快可以入嚟啦，陳曉峰彈入中間同呢個許宏峰做個 1-2， 仍然陳曉峰啊，枕住呢個禁區邊嗰度搞震，得住咗位兩個埋嚟夾佢，俾翻呢個曾建房，第一時間就刮入去禁區頂，頭槌 set 翻後，安基斯嚟個第一時間嘅趟射，角度唔夠啊，咁啊謝偉南輕鬆接晒。長波去左路，睇下元朗點樣組織呢個攻勢啦。掛入中間撳落去，中間嘅陳偉樂再分左邊，哎呀力水麻麻地喎，唔緊要，再靠自己努力搶翻呢個後上推咗一輪㗎啦，入埋禁區，再扣入中間可以起腳，右腳撳，咁啊可惜啊！呢個波就射得唔錯啦。陳偉樂開出呢個角球，再一次掟到去遠處，好遠，哎呀慘啊！呢個波馬失前蹄啊，真係弊家伙啦呢個波。扎行晒馬準備頂啦，點知咁樣線喺度嘥咗個機會啊！咁啊呢個時候裁判呢就鳴笛完上半場賽事啊。裁判鳴笛下半場賽事開始啊，藍色衫係中西區，橙色衫係元朗。咁啊元朗就半場應該就冇調動啊，咁啊仍然劉浩林再放個長傳嘅邊去右路，李康廉右腳立發中間擺過咗對方，再右腳撳喺龍門口。見到李康廉呢下呢黐得好靚，亦都順勢咧拖翻嚟中間啊！隊友接應唔到啊，離遲半步啊，高而不遠。陳曉峰入翻上嚟，呢邊袁俊東左腳打翻上前，劉浩林攞到呢個色金波，挑一挑起，再俾肥頭再頂過嚟，許宏峰右腳立望都望就左邊嚟個遠射，黃力威相當精彩嘅配合啊！下半場17分鐘啊，黃力威打開紀錄。睇多次啊，組織相當之靚，許宏峰幾乎係碌碌 pass 右腳撳開嗰邊左路後上嘅黃力威，亦都第一時間掃把腳推埋去遠處度慢流尾袋。俾翻呢個陳偉樂，好啦，呢個波就俾對方黃力威幫嚟咧，就篤甩咗，再插翻上嚟入。嗰個世界，如果係中間，許宏峰即刻分到右邊嘅康廉，放入禁區頂許宏峰，好啦，你睇住落去，你跟住個下，咬腰撳去遠處中內處㗎。半場25分鐘，拉尼仔後備上就係拉尼仔射成2-0啊！呢個波少少彈波，自己困頓中埋內處彈入啊！咁啊呢個時候中西區贏到2-0啊，憑住李家俊嘅入波啊！下半場27分半鐘，比數2-0啊！中西區憑住黃力威同李家俊入波2-0領先。呢個波三波保羅大個開上嚟，許宏峰壓埋入禁區，點樣處理？左腳撳去遠處，應該意思索，竟然射中門將隻腳喎！黃力威唔緊要，未解晒圍，仍然落喺劉浩林腳下禁區頂再扣，再俾多次機會你黃力威，今次擺入去遠處中啦！睇多次慢鏡啊！第一下就省中人啦，唔緊要，劉浩林禁區頂執翻叫過一關。猜空晒俾黃力威掃把腳，今次就有啲似黃力威第一個入波啊！第一時間右腳掃把腳趟埋遠處度，贏到3-0啊！奧斯文尼自己喺中間度冇過兩關，甩地又俾佢過到喎，繼續奧斯文尼自己繼續去啊，唔理啦！呢波終於分過左路唔錯，張浩國攞到試一試嚟就遠處，哦，都算係有啲威脅啊！周琦差過嚟，俾多個嚟陳偉樂。試下放個長波撳上去呢邊，邊個到先？杜馬斯扔到出嚟啊！日式金波就益咗袁立場去到禁區頂，睇下點處理，兩個埋力嘅，再分過去邊個到先？呢邊左腳一掟掟到施俊軒，可惜個波就擦柱出界啊！陳曉峰搶完之後就分咗俾呢個張俊軒，撳喺中間李家俊，再俾呢個陳曉峰。
俾翻阿尼仔，再第一時間分翻右路。張俊軒再右手邊就黃力威走緊呢，幫佢唔係張俊軒帶入中間，再嚟個3個短傳先俾黃力威，黃力威底線撳去遠處，一粒可惜劉錦亨呢個波就冇第一時間射，最後亦都射唔到啊，嘥咗個機會啊！好啦，呢個波又過唔到，困下之間，李家俊撩起個波，避開咗對方，張俊軒入埋禁區，右腳佢射3個門柱。Marco 呢個波幾乎有機會，唔緊要，再兩分黃力威，再嚟到近射，大演武之氣法，黃力威個連環進攻啊！先係張俊軒推入禁區，右腳射個波就中柱彈出，但係元朗球員解圍唔晒，又俾黃力威壓翻到個波，最後就係燒金佢頂右腳狂 band 掛網而入啊！好啦，呢個時候法定時間都完咗啦，已經補時補咗1分鐘噶啦，咁啊比賽4-0啊，相信裁判都唔會話再補太多時間。冇錯啦，咁啊呢個時候裁判笛聲一鳴啊，呢場足總杯初級組嘅季軍戰，中西區咁啊以4-0就擊敗咗呢個元朗，咁啊成為今屆賽事嘅季軍啊！